一二三，一二三，下骹四个上建成上高水的阿财、秀英、淑女阿丁3+1啦，好啦，上演到阿财啦。阿财吼，哦，伊个西装吼，安尼骨带拍落去，哦，红色的咧，哦。新的改变，但是这需要做大家，嘛需要咱合决心要改变，嘛决心要。今日经文主角应该是顺以所见，过去到现在以来，造成咱每一个人成做什么款，每一个人成做什么款的人。你安尼下面，互咱知影时间真正是非常长。班长，班长，句话安尼讲，也开始播了。我想说，荧幕怎么没看到？还没，对不对？没有啊，他已经，开了。怎做造成咱每一个人成做什么款？成做每一个人成做什么关系？造成咱每一个人成做什么款？你安尼下面，互咱知影时间真正是非常长。有一句话讲，一寸光阴寸金，寸金难买寸光。生活身体嘛是甲时间有关，需要时间一点一点去锻炼，以生命规定的健康保持。好亲像，就是掉。
向你这个平安，真欢喜吼！早起时个，上欢喜看到你，啊，咱嘛，看起日光，看起日光安尼照来，互咱的心情加足开阔吼。虽然久长的疫情，互咱带来大家吼，咱亲像日子过了真惊吓，还佫伫主的内面，咱通得到平安。然后，即马疫情已经得要过去啊，咱求主帮衬，互咱大家恢复早时迄个热情、迄个意爱来到圣殿来学乐敬拜。来，咱来锻炼圣诗42首。第一节。四节，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使你活命。主保守你，予你生命无碍，心心安定。主要保守你，出入的平安。主祝福你，对这世到永远。啊，足水的歌词吼，主保守你出入的平安，主祝福你对这世到永远。后来咱注意第四节第二节的歌词，心神安定，吼，毋是安定，吼，唱安定，好，大家一致吼，心神安定。好，咱来看305首。我活是为基督。约翰福音第1节第4节。我活是为基督，是对你有好，我的心啊。主的歌，做你心中路步第4节，为主陪是离开，好到真正无地，真中高是路无望的，为主拼命到尾。阿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我要时时学老耶和华，学老伊的话要定定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老耶和华最大。信诗42首，我的目睭要掠悬来望山，我的目睭要掠悬来望山，会将请起你用诗。请咱永远徛的来讲他新的界面，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以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三听，恁若三听，尽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13篇。我来刻，恁来应。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若定。伫到你讲话的时，现明做基。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芦荪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
求你仰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祭面，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创造地，互听叹世间人永远敬虔的上帝，恳求你用你的荣耀看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专心虔诚敬拜，得到你的丰盛的应允。感谢你赏赐恩典，互谦卑搁顺服你的人，将快乐下伫心灵软弱的人，搁加添福气，互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信靠你的人。感谢你搁一摆带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时时刻刻甲阮伫咧，阮伫性命的中间，嘛相亲像哪个共款，有甲你撒演的过程，有时阵无法度理解上帝为虾米安尼做，无听我的祈祷，阮有时敢若想要靠家己来完成代志，袂记祈求主的旨意甲带领。是偏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阮要摕到耶和华咱上帝的名，求主互阮无论拄着啥物代志，拢爱知影，主你是这世上唯一的真神。阮要学习，一世人拢要专心跟随主你的脚步，求主做阮生命的快乐，患难中的避难所。相信万项事的发生，拢是主的旨意甲美好的安排。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乌鲁，咱请圣歌队，因要唱的诗歌是：着乌鲁主圣名，着乌鲁主圣名。
主要定定看顾你，疼痛永远拢无离，永远精神大慈悲，着乌老主性命。圣经，今仔日上帝的话记伫创世纪32章20、29、31节，伫周报的后壁面。我来读。伊每时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女婢，甲10伊个囝，拢过那坡的渡头，大声互因隔开，凡所有的也互因过。只有剩那个家己伫的，有一人来甲伊撒宴，到伫天晡光。迄人看袂赢伊，就伸那个的大腿躯。撒宴的时，那个的大腿躯钻着。迄人讲：铁马棍啊，着放我去。那个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毋放你去。迄人讲：恁名做啥物？伊讲：我名做哪个？迄人讲：你的名无要搁叫哪个，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着较赢。哪个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人应讲：你使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哪个名迄所在叫便以利，因为讲我长头对面见着耶稣。我的性命要得到保全。离拄遐处，哪个经过便以利，伊的大腿已经摆。上帝的话读到遮，讲道咱请一节牧师，伊的题目是新性命新转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甲疼，保守阮经过一礼拜个安然自在。今日愿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美良，引带阮未来头前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过去、现在、未来，造成咱每一个人。现在正做什么款的人？你安尼下面，互咱知影，时间是真正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句话安尼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主要是要互咱知影，时间会重要。信仰的成长嘛是甲时间有关系，需要时间一点一点来操练。伫生命的过程的中间，咱互上帝来修剪咱的过去，好亲像列土的师傅共款，列出新的款式。在座兄弟姊妹，咱虽然无共款的原因来到教会，但是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望咱的生命，每一天拢会知影改旧换新啊！每一天拢是新的。新的改变，但是这是需要付出代价，嘛是爱咱合决心。什么决心？咱想要来改变。今仔日的经文主角因缘是亚伯拉罕的孙，以撒的囝雅各。咱顶礼拜讲到雅各为了多显因夏哥的对台，伊走路。走去600公里以外，因阿舅遐来生活。今日的经文的背景，真紧的时间20年过去啊！这20年，雅各过了，其实毋是用真好。创世纪31章40节来讲，雅各讲：我过洋的时，我不是安尼，什么意我日时互你拍，米时的时阵互酸来打。常常困袂饱，20年的时间，因为阿舅为了要带两个某，做工几年，咱拢咧读圣经，为了带两个某做工14年，为着要得到羊群做工6年，伊用因阿舅骗伊的工钱骗10遍。
哦，这阿姑真歹咧吼。咱台湾有一句话安尼讲，等下恁来接吼，外省食母牛，亲像食哪好？食豆腐啊。但是如今咧反转，咱看这个阿姑吼，食外省食够够，真正是真过分。早前设计爱骗人的雅各，拄着因阿姑啦，因阿姑比伊较厉害，较凶。也是安尼想，咱会安尼讲，这20年雅各真正付出真大的代价。并且咱伫创世纪31章第1节吼，雅各有听到因阿姑的囝安尼讲，因的囝真生气。雅各吼将咱老爸所有的物件拢抢去，利用咱老爸的财物趁真侪的钱。拉班就是因阿姑因的囝，人的计度就亲像火共款。圣经真言书有内底有安尼讲，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啊！人的计度，人火烧起来时阵，会愈烧愈大，会心不满、怨愤，甚至最后啦，害人的动机就出现啦。以扫当初嘛是共款，互因的雅各骗啊，真正挡袂牢，想要害雅各。雅各阁一边拄着吼两难之间，伊需要做决定，伊是要继续留伫遐，还是要来离开？这时的雅各甲20前已经无共款啦。雅各的信仰慢渐渐地往头前来跑走。虽然伊对上帝明白毋想真深，但是伊知影，这20年伊有法度伫遐，互伊雅各骗，阁有法度来生活。是上帝你也保守看顾。创世纪31章第3节，耶和华对雅各讲：“你着转去恁爸甲恁阿公的地，到你的亲族遐，我要甲你伫地。”信实的上帝阁一遍对雅各讲话，引带伊未来头前的路。如今的情形有淡薄仔若亲像20年前。雅各要过来离开，迄个共款。但是这边雅各不是要走路，他是要回家。等去故乡是每一个出外打拼的农主拢所期待。不管路长路途偌远，咱拢逢年过节的时阵，对台北塞车塞7、8点钟，到南部嘛是爱转去厝的，看咱的亲人。这嘛是雅各伊内心所仰望的。咱有一句话阁安尼讲，今日牧师有写真侪这款的话吼。你爱接哦，金窝银窝都不比自己的什么窝好，果窝好。我教你伫地，我教你伫地，上帝大有气力，雅各安尼讲，雅各呢讲走嘛来走。20年的时间有长无？有哦，有短无？咱大家拢兴头，长也兴头，短也兴头。20年的时间，1万年就过去啊。这20年的时间，有人可能有淡薄仔改变，有人可能一事无成。但是对雅各来讲，这20年的时间，伊虽然真歹过。但是上帝大大来祝福伊。咱知影雅各啦，娶2个某，有侪的囝。创世纪30章40节安尼记载，对安尼雅各非常的好业，有真侪羊群、乳味、牧人、骆驼甲驴。雅各即摆是变真好业的一个人。等去厝诶，对雅各莫讲功成名就啦，至少应该嘛是真欢欢喜喜想要转去嘛。大家报一个消息哈，牧师过年无转去。有一天突然间，我真少年，阮爸爸妈妈，我就查姊妹牧师讲，无你就去买机票所以牧师已经买了228年假的机票
要回去看阮爸爸妈妈回去厝诶，应该有真望，真欢喜的心，想要回去。但姊妹牧师安尼讲的时阵呢，我马上订机票，网络订机票，然后一上去看已经没有机票，我迄阵心内心艰苦，所以我们就往前订，然后提早回来但是如今有一句话，他描写雅各的心情，伊什么心情？近乡情怯啊！要回去故乡啦，真期待，搁惊着伤。为什么？离开因阿舅遐，应该真欢喜的代志嘛。伊即摆有某有囝，有一寡财产，伊会甲家己起造家己的一个家庭，真欢喜。但是突然间，伊想一项代志，这20年伊拢无咧想，突然间要转伊想到什么代志？大家知毋知？想到因大兄。是我因大兄，伊突然间惊起来。当初因大兄讲要杀伊，我个个心内，我想这20年伊应该有后悔。但是伫这个过程中间，种种过去画面跟伊走出来，伊的心内开始着惊，伊毋知影要如何是好。然后伊阁知影，伊要转去故乡，因兄哥派400个人要来接伊。知影这消息的人，雅各心啉一半。伊心内可能安尼讲，牧师这个话较用，死啊，阮死啊！伊可能安尼想，死啊，阮死啊！雅各心内安尼想，原来因大兄对伊的怨恨还阁遮尔深，要派400个人来杀伊。但是咱知影，雅各经过20年的操练。伊可能家己安尼想，伊嘛毋是省油的灯啦。20年的操练，伊也毋是省油的灯啦。伊应该嘛是在独当一面。雅各准备要用哀兵政策来对付因大兄，来软化伊的心。首先，伊要将伊真侪的人分做2队，人甲精神行头前。拄到因大兄的时阵，就送伊礼物请安，讨好他。如果效果无好的时阵，阁有另外一队会使来夺走，有巧无？当牧师咧写的时阵，牧师阁想过一句话啦有空到北京嘛是有啊。经过20年的操练。雅各面对拄到危机大事的时阵，迄个原来的我，迄个爱骗、爱算小的迄个雅各，佫走出来，用伊的熬来面对危机的出现，互咱看较真替伊来担心。今仔日经文创世纪32章22节开始，就是咱今仔日的经文，是雅各的信仰前。关键改变的一个时阵，咱会使看咱的周报后壁面，牧师来读22节到23节，22节到23节。伊就是雅各，每时起来带伊2个某、2个女婢，甲11个囝，拢过雅木的渡头，大先互因过溪，凡所有的拢互因过去。对雅各来讲，愈接近甲因大兄见面的时间，伊的内心就真慢慢咧痛苦。这就好亲像20年的迄暗共款。咱讲学袂晓的功课，一世人拢会出现伫咱生命的中间。暗暝照讲是对人来讲，辛苦一工，互咱好好休困的时阵。但是，这个暗暝是非常特别的暗暝，因为这边的危机比20年前搁较严重。咱知影20年前雅各是囡仔一个人，要逃走真简单。但是今仔日伊有一群人，有一群伊亲生的囝儿，甲伊的财产，伊毋是讲要走，落来再走。
经文24节头前讲，只有剩雅各家己伫地。雅各在全部人送过河边了后，雅各需要家己有一个人安静的时阵甲空间。伫迄个暗暝，雅各想到过去因大兄生气的面，伊突然间着惊。这是罪恶入咱人的心的反应。迄个惊吓对伊的心底安尼走出来，咱讲啦，无限的放大伊迄个惊吓。伫即个惊吓的中间，咱阁看到雅各继续伫拍算，我安尼准备敢有会使？我安尼准备有啥物所在无注意到咧？雅各的内心悠然或者充满，非常的痛苦。就是即个时阵，经文讲，有一个人来甲伊相宴，到伫天不吭。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这是听基督的上帝，怜悯人的上帝，搁一遍经历雅各的性命。回家，等去故乡进前的咱的性命，好亲像那受掠的性命，漂流在外，无依无靠。人需要受讨绑了后，才有法度得到自由啊！咱知影相宴、摔跤，这个运动是两个人真近的距离，两个的亲密的动作，身体的碰撞，身体的碰撞。当咱人要面对第三者的时阵，让咱雅各要面对因大兄生命中一种惊吓上恐怖的对峙的时阵，首先咱来面对咱家己的内心。当咱要处理一项咱感觉真无容易处理的代志，还是人的时阵，咱爱先来面对咱的内心。但是所谓当局者迷啊，常常咱看别人的问题，对别人发生的问题，咱会知讲啊真多，头头是道。你就应该如何如何，称斤论两。但是对咱对家己的问题，咱完全无去遐看。咱常常鸵鸟心态，视而不见。咱感觉安尼，咱无去遐看，无去遐注意，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会无去。但是咱也知影，问题其实咱身躯内底的一个小肿瘤啊。迄个问题原来是真髓的肿瘤。但是，当咱无咧注意的时阵，这个肿瘤会一天一天会愈来愈大。当咱发现想要来处理的时阵，就袂赴啊。这个相宴的过程的中间，我们说摔跤相宴的过程中间，就好像一段信仰的旅程。这个旅程是痛苦呀，痛苦不是遐简单。因为相宴的过程的中间，咱会将咱的心破开啊！破开了后，侵入咱心脏底内底将咱的肿瘤一点一点摕掉，一点一滴将我们内心深处的肿瘤把它割起来，割了肿瘤之后要把它拿出来。这个好亲像从咱生命中旧的过去，咱有真多骄傲。嫉妒，我们很多的嫉妒，咱有怨恨、苦毒。拜四人社青有一个姐妹，咧分享，因妈妈对细汉到即阵，逐摆拢用苦毒的话来讲。但是算来，伊旧年信主，伊用要用耶稣的疼来疼伊。我说感觉真无简单，你就是饭桶，你就是怎样，苦毒的话也苦毒。咱有过去有真多代志，互咱惊吓，可能是咱的工作、咱的生活，互咱真惊吓。咱有真多贪婪，而咱无满足、无安全感，一个在咱拄去。互咱洗清气啊！咱若去菜市场
啊，看人是真正，即摆可能较无吼，较早有咧抬过啦吼，拢拔来，拢安尼冲了，拢吼啊洗清气，较有咧提走。意思就是安尼，三眼的过程中间是痛苦的，但是上帝透过三眼的过程中间，互咱家己在咱的内心啊清清气。只有改过换新，咱愿意改变，咱较有法度成做新的生命。咱的人生嘛，较有新的转机的出现啊！无你的人生，你因啥活到一个坎转的种怨叹，咱过去的代志，逐摆安尼转来转去，拢袂改变，袂改变。接续25节到30节，大家看手部下面25节到30节，描写雅各甲这个三眼的这个人的对话，因咧讲话。雅各伫三眼的过程中间，知影这毋是普通人，咱知影这是上帝的使者，代表上帝的灵敏灵教。伫三眼的过程中间，雅各无愿意放这个人离开，因为雅各即时啦，已经感受到啊，他已经意识到了，伊的性命已经病入膏肓，伊知影伊的破病真严重。就好亲像一个人对船顶掉入跋入大海，需要有一条索啊，需要有一个帮互扣，甚至伊需要有一个人有一只手啊扣起，因为伊知影，伊跋入船底，伊随时性命危险会无命。雅各知影，这便是伊性命中间最后一遍的机会。所以，伊无要放迄个使者离开。这个经文上关键的话出现伫27节到28节。迄个人讲：“你名做甚物？”伊讲：“我名做雅各。”使者讲：“你的名无要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你名叫甚物？啊，你姊妹，你的名叫甚物？你的名叫上帝使者，当然嘛知影雅各的名。使者提醒雅各，雅各，你知影你的名是甚物意思吗？雅各听了这个话咯，好亲像一个大光啊！啊，你姊妹，一个光照伫咱的心上，信心提醒咱，互咱看见咱即摆性命真正咱属灵的状况是甚物？咱现在咱是听世界较多，还是听上帝较多？财宝伫甚物所在？心就伫甚物所在？互咱看，咱即摆财宝伫甚物所在？咱要认罪悔改。我们不可以再鸵鸟心态。一个人如果无意识到他无了解伊家己是破病的人，要去怎看医生？如果一个人无了解伊家己我行毋对路，我行滑头。开车的人拢知影，你知影行毋对路时，你一定要滑头。纵使下交流道，佮滑头，你嘛是爱滑头。啊，你若无滑头，你会愈行愈往另外一个方向行去。人也毋知影家己破病，要如何来得到医治？使者提醒雅各，雅各，你知影你的名的意思吗？牧师安尼想，这时的雅各一定大惊，一定惊着，我的名是甚物意思？就那当初亚当夏娃发现家己无穿衫裤的时阵，感觉真见笑。这是属灵顶面的三眼，这个是属灵上面的一个摔跤。因为雅各的脚歹去啊，对这时开始，雅各的性命开始改变。如今摆开的以色列，伊的名已经改变了。伊本来叫做雅各，摆开了，伊叫做以色列。伊已经感受到了，伊无法度阁靠家己。咱知影，摆开的人行路，因说伊靠一个物件啊翻者。
伊需要有人来帮助伊。咱知影原本雅各伊打算怎样来参因兄哥来见面吗？我拄则讲有分两队，头前来行送礼物，然后伊安排礼物的头前，然后安排哪？因的女婢甲其他的囝，搁排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大某利亚甲利亚的囝，搁来排后壁面。伊上听的拉结甲约瑟、约瑟摆伫上后壁面，然后伊要徛着，伊徛搁徛上后壁。哦，你有感觉即个老爸吼，真正吼，确实真差啊！咱若有即款的哦，有通牧师叫恁知吼，啊，我拢坐后壁，吼，拢无要做代志，今仔来化烧啊尔。约瑟就是安尼。伊安尼感觉吼，真正一个红台的时阵，伊还阁有时间来逃走。但是伊今日命改变了后，伊也受改变。伊嘛袂离离上帝甲伊同在，伊改变。经文讲，伊勇敢行伫某甲女婢迄囝的头前，来面对因兄哥。雅各这个名列。代表靠家己，以色列这个名是哪？互上帝真前，就是咱将主权交互上帝，互上帝为咱真前，代表咱倚靠上帝啊。意思就当咱的名对雅各变以色列的时阵，简单来讲就是讲，咱本来是倚靠咱家己的性命，变成倚靠上帝的性命。啊，弟姊妹，这是天骹地的无共款。这个思维模式，这个想法，甲咱世界互咱的价值观是完全倒变。世界观互咱就是咱来靠能力，咱来打拼，得到咱想要得的物件。这就是互咱专心透过雅各变以色列，互咱专心想的一个思考。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旅程的开始。兄弟姊妹，咱拢毋茫有咱的新的生命，甲新的转机。咱拢无愿意互过去，也是现在迄位雅各，将咱的生命已经放入无平安的下面，互咱真艰苦。但是新的生命、新的转机，袂突然间对天顶落来。雅各到以色列的经历，互咱上大的启示就是哪？咱就是爱将咱生命的主权互上帝啊，毋是家己，毋是这个世界，毋是这个世界你想要摕到的地位、关系、名利啊。如今，咱在座咱拢有一个新的名。我毋是叫做义杰牧师，也毋是叫做嘉伟，也毋是叫做立坚长老。基督徒是咱每一个人咱新的一个名。咱感谢主，伫万人的中间竞选咱成做基督徒。基督徒是咱新的名。基督徒是咱共同咱的名字。这个名字共款伫提醒咱。咱爱将咱的主权交互耶稣，咱爱跟对耶稣的脚步来行。也是咱愿意安尼，咱一定有法度行出一条新的活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雅各的一生，咱信仰的前辈，咱信仰的前辈，犹原拄着真大的试炼，加上帝的保守，当伊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当伊愿意将伊的主权交予主的时阵，伊的性命就受改变。即只阮共款，
主，阮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来竞选阮诚多你的囝儿。圣经讲，有人伫基督的内底，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主，愿你帮助阮，阮活出阮真正合伫阮，你互阮这个新的名，基督徒这新的名，互阮有勇气来改变，互阮有勇气来踏出、勇气活出头前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阿门。回应诗信息305首，我活是为基督，我活是为基督。会众请起立吟诗。请坐，奉献，咱请何塞同工。请起立。请坐。公道，即马公道的时间，咱做伙来看周报。大道的事项，头一项为着本主日讲道的信息，感谢上帝，
愿主的圣灵感动扶持咱的心，愿会当用行动来回应上帝。为着基体，为着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林双耀、洪甘之、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胡艺梅、陈美芝、陈秀荣、杜昭、林以诺、黄静茹、陈义丽、陈怡君、张朝明、陈昭明、汪世军、刘慧忠、肖家明，为着伊的健康来祈祷。第三项，土耳其、叙利亚因为强烈的地动，造成足侪人的伤亡、建物倾倒，愿主保守救灾过程顺利。阮即马做伙来为着这三项事来祈祷，特别为着今仔日的讲道来上帝回应，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互阮嘛相亲像那个共款，有主你的引带，互阮会当活出新的活命。嘛求你看顾即马土耳其受到地动的灾害，互因会当重新徛起来。伫这黑暗的时阵，有上帝的光照伫因的中间，嘛将阮的国家、教会、家庭、身躯有病痛的人，藏伫基督内面。求主亲身医治，互阮的性命有主你的同在。即马阮嘛要用你教示咱的基督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荣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人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地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后主日是合堂的礼拜，要举行本年度头一摆的圣礼典。要受洗坚信你的兄弟，请牧师报名。在上帝恩怨中受基督的人，请准备家己甲主同坐席。第二项，后主日礼拜了要召开今年度定期的会员和会，要听各部事工的计划甲财务的报告。应出行会员名单已张贴于公布栏。每当出席的会友，请务必在本周内向小会员请假。嘛欢迎汇集不在本会的兄弟会当做会来关心。第三项，和会手册电子档伫后主日召开和会前会传至各团契的群组。要索取纸本和会手册的兄弟，请务必到1楼登记。今仔日是上尾一天爱登记。第四项，土耳其东南部发生7.8的地震，
各国的救灾队已积极前往。会友若是想要奉献的，会当透过总会平台平台的户名账号有登记周报，咱会当家己来奉献。团契消息，本主日上午9:45分，金色团契要聚会，主理是杨秀瑶老师在4楼。第二项，3月18号，雄联团契举办春季灵修一日游，详情请看公布栏，报名可以洽会长。好，牧师的补充。牧师补充第4点哈。我们都知道那个土耳其的地震非常的严重。按新闻讲哈，当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土耳其是第一队来到台湾来帮助我们。那这几年不管在日本、在乌克兰那这个是我们总会的一个网站跟一个管道来协助土耳其跟乌克兰因为有真侪兄弟姊妹你问大家在放心的。现在咱会来上咱总会，咱长老教会总会每一个明细，伊拢有真清楚。牧师去年参加代表台北中会做教社部的部长，有参与中会一寡活动甲审查小组里面都看，我觉得我们的名目、我们的金的钱流都很清楚那这是咱长老教会感觉真袂歹的一个所在。那我们也透过整个普世，就是整个全世界的普世的协会，就是教会协会，我们有参与在协会。有一寡物件咱没办法进到里面去，我们会透过第三的，比如说我们可能透过其他的国家的教会进去帮忙像乌克兰，我们已经送到那个有那个医院的那个什么病床。病床我们有送病床然后这没有印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是我们有送病床直接到乌克兰那这次土耳其嘛是同款咱会知大家有感动的，会知来顶面它有户名加账号，一定要注明土耳其地震咱教会昨昏中执会咱嘛有预管我们的宣教基金。我们教会用宣教基金，我们会奉献。那个人的话，我们就自己按照这个，如果有感动的，我们就来奉献。以上补充报告。奉献明细，请咱家己来看。上营信息514首，打尾线回求助4号，打尾线回求助4号，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用咱新的名，咱叫做基督徒，用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为主来做光做盐，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会倒闭会。